来看花莲的海边啊，最近发现一个查某人遗体，本地了准讲是跋落海里，还是讲是行地路？也毋过，等警方调海边啊附近的监视器，所发现讲，这个查某人是互拍，佮互拖落去海里。警方嘛已经抓到嫌犯咯，加厘清杀人的动机。为监视器的画面看到一个查甫人，伫海沙坡啊研究一个查某人往海边去，过程当中几下届甲拍，落尾手甲摔落海。这个查某人渡水了后，遗体向北边流去太平洋公园，去有民众发现。确认死者为33岁的这个林女，那她头部有这个淤青的伤痕哦。那附近海岸也寻获死者的手机、鞋子、香水等物品哦。本分局立即报请花莲地检署来指挥侦办。警方初白下晡接到报案，找到尸体，原底就是这个案件是单纯的意外或者是自杀。不过，调附近的监视器发现，规个杀人的过程拢去翕起来。警方锁定一个姓李的查甫人，甲一个姓强包车的司机有真大嫌疑，查到抓到涉案的这两个人。吕男啊，他是在我们花莲市的某汽车旅馆落网。那另外一名这个江姓男子是在新北的八里的住家来查获。根据警方调查，死者是今年33岁姓林的查某人。车白甲姓李的查甫人小少出去行搭，由姓强包车的司机赛车船去花莲佚佗。这个姓李的查甫人甲查某人抬死了后，家己一个人倒来到车顶，不过司机竟然拢无感觉过样。也若伊敢有参与杀害，目前警方还在理清案情甲杀人的动机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